咱们这爆破组什么时候才能复工啊？这得陈队长定。李科长，陆秘书。啊，哎，红梅，你没事了？啊，哎，我看大家都不在啊。这不都执行任务去了吗？爆破组的档案再给我过一遍。你都过3遍了。那就要扩大范围，3遍哪够啊？我跟你讲，这里边每一个职工的，包括亲属啊，他的亲朋好友这些情况都得掌握。哎呀，那这样的话工作量可就大了呀。哎，你今天不忙啊？哎呀，哎呀呀呀！你不说我都忘了，这个文件还没去送呢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事儿等陈队长回来再说啊。陆秘书慢走。哎，这陆秘书是哪年进厂的？陆秘书，陆秘书是4年前进的厂，根红苗正，大学毕业，是我们厂第1批杆子。他的父亲是烈士，和韩厂长解放前有过过命的交情，一起参加过渡江战役。怎么，你连他也要查？我去问问。专项组，什么？季专家要出场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他又要出场？哎，帮我捡一下。哎，你是不是狗熊啊？怎么拿一些还掉一些啊？还没拿够啊？差不多得了吧？哎，你不知道啊，除了数学方面的资料啊，我还得准备材料学方面的资料。我师兄是材料学家，我翻译他的笔记要用。我现在啊，都快成半个材料学家了。同志你好。您好。我刚才啊听我们管理员讲，有人要找单子上的这些书，是你们2位吧？哦。这些书呢，第一专业性都比较强，另外呢，大部分呢在国内都没有出版发行。不过既然2位是从仪器厂来的，那么我想办法从北大和清华的图书馆帮你们调阅。好，谢谢您。您哪位？哦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骆江宁，是咱们图书馆的馆长。我呢接到了通知，只要是咱们仪器厂需要的书籍和资料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。这位就是海外归来的专家吧？哎，你好，罗馆长，我叫季丹阳。哎呀，季专家，你好，你好。那我一定想办法帮您找到原版的英文资料。哎，您怎么知道他海外归来的？我是听我女儿讲的，她呢也在仪器厂工作。谁呀？是咱们厂医院的护士，叫骆珊珊。哦，我知道他。好，那您2位忙，我去找这些书，有眉目了给你们打电话。好嘞，谢谢您啊。哎，完了，现在连馆长都知道你了，这能说明什么？说明你现在很危险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干嘛呢？站住！站住！老实点。叫什么名字？王海。看，这个人，你认不认识？我不认识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的道理，我想不用我多说了吧？是，我坦白，我都说。他那个钱大勇，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，他就跟我说要把钱都还我，还额外给我一根金条。去哪儿能找到钱大勇？说。自由，难能可贵的自由。白慧，哎，嘿，哎，说好的20米呢？加油！那你快点。好好休息，别劳累啊。小慧，知道，泰山磐石散有补气养血、安胎之功。再给加。白慧，哎，季专家，哎，白叔，哎，季专家，红梅姐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这还不得感谢我们庞大公安今天格外开恩啊，允许我出来透透气。哎，既然好不容易出来，那我带你们看看龙门最有特色的地方吧。
过这个桥有一个集市，那儿才好玩呢。好啊，哎，你爸，我带他们去转转行吗？哎，你说好的，帮爸爸忙。你怎么走了？爸，你别得寸进尺，我再说一遍。我转一会儿就回来。好吧，就你好客。你先帮我开方子啊。行，快点回来。哎，走啊。那我丑话得说在前头，遇到特殊情况，20米约定失效，你必须要在我身边，你懂吧？红梅姐，你放心，我也帮你看着季专家，绝对不让他逃出我们的视线范围。行，给白慧个面子。走吧。走，走，老叔。啊，好。钱大勇说了，中午1点在河堤路茶馆，他给我钱，我给他车票。哎，鸡蛋羊，慢点儿。这是什么呀？哎，慢一点儿。看哈嘛，又好吃又好看。红姐，那碗卖糖糕的，你要吗？我给你买点儿。你先别去了，你替我在这看着，别乱动啊你们！我马上回来啊，别乱动！不是我，你干嘛去了？不知道呀。队长，红梅怎么在这儿？坏了，提前行动。是。红梅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我不是让你在那儿待着吗？我看你就一个人，我担心你有危险。看不好他是吧？对不起，红梅姐，我是真的拦不住他呀。这儿很危险，带着他赶紧走。别赖人家，哎，你别怪他，是我自己要跟过来的。小心！哎，小心！小心！给我站住！别跑！红梅，保护弹药啊！你小心点儿。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你怎么样？这么严重啊？去厂医院吧，我给你处理一下。啊。你说你怎么就连他都没看住？对不起啊，红梅姐，怪我没拦住他。你那是没拦住还是不想拦啊？跟他在一块儿我就没好事。
季丹阳，红梅，你没事吧？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怎么说你的手也是因为我挨了一下，谢谢啊。你呀，以后离特务远点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，知道吧？不是，那谁知道那特务就爱往那酱缸里藏啊？那味儿不味儿啊？那没有斗争经验就不要老往上凑，是不是？你看看你这花拳绣腿的样儿，那特务他不打你打谁啊？先保护好自己，再来关心别人，记住没？我这好心好意的关心，这什么态度啊？是。这次抓捕行动是我不知不周，让钱大勇给跑了。我深刻总结，深刻检讨。给我！请老师放心，专项组一定会追查到底。我的错我认，不用你替我背锅。我没有替任何人背锅，因为我是队长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说你的错你认，你告诉我，你错在哪儿了？你们布置的抓捕计划，因为我打草惊蛇，让钱大勇给跑了。所以我说呀，任务失败，我该承担责任。这样，不过你说的这些呢，是我的错。我的任务是抓捕钱大勇，任务失败了，责任在我。听明白了？那我的任务是保护季丹阳，把他抛下，是我的错。哎，对了，这个逻辑才说到重点上了。红梅啊，你有个很致命的问题，侦查员一定要明白自己的主要任务，千万不能冲动。那我看见钱大勇，我也不能不管呀。那你要设想一下，假如这次敌人是声东击西，他们的目标就是季丹阳，你考虑过后果吗？报告队长，我明白了，我深刻检讨。好，咱们一起写检讨，写得越深刻越好。是。喂，三哥，快抓我！我躲不了几天，如果待在卢门，迟早被他们发现。事我也办了，那个，你把钱给我，我得跑啊。跑？往哪儿跑啊？哎，之前不是说好了，炸药我帮你弄，你把钱给我。至于我去哪，你甭管。今晚我必须要走。卢门屁大点的地方，待不住。这到处都是公安，你能去哪儿啊？看你的意思，想反悔？我告诉你，马三，我可是赌徒一个，弄炸药的事你才是主谋。我要是被抓了，你觉得你能跑得了？怎么？你是在要挟我？脱口的唾沫是个钉，事儿我办了，钱你必须给我。哎呀，钱大勇，这个篓子是咱哥俩捅的，你就是跑去哪儿也不踏实。除非啊，咱把它做成个无头案。无头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别着急嘛，来，坐。我跟你说呀，这个无头案的意思就是。东西拿到了吗？就把他杀了。拿到了，放心吧，公安查他呢，他想好的那儿也被端了。这个草包扛不住事儿，对吧？咱哥俩现在手上可都沾血了，雪狼安排的行动咱可得抓紧呐。专家团队马上坐火车到卢门。你要炸火车？你现在又不是铁路调度员了，你知道车什么时候到？三儿，不管在哪儿，咱俩这次都会震惊全国。雪狼说了，事成之后50根小黄鱼，真的？行吧。
咱哥俩潜伏了这么多年，活得像狗一样。如今呐，这日子啊，到头了。来，护士们集合了。都再集合一下来。陆秘书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为保障专家组专家们的身体健康，经上级决定，我们要立即组建一支医疗保护小组，为专家们的健康保驾护航。我报名，我报名。主任，我也要去。哎，这件事情不是说你们报名就能去的，要参加医保小组，那必须得是优秀的，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才行。经厂医院团委综合评估，已经有了护士的名单。下面我来宣布一下啊，李丹慧、杜芳、陈美璇、张玲。好了，就这些了，你们要好好干啊！陆秘书，名单里为什么没有白慧啊？名单都是我上报的，我很清楚。把白慧刷下来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我干什么了？我都说这是上级的决定。不过我听说，是白慧父亲有问题，所以才会被刷下来。我只是听说啊。白慧父亲，他父亲只是一位中医，能有什么问题啊？专项组有规定，厂里所有职工亲属的档案都要调查。白慧父亲的档案有一些可疑、模糊，说不清。你说这种状况，怎么可能让他进医保组啊？腾斌，写好42码。小辉，怎么打不起精神了？是不是因为没有加入他们那个医保小组啊？没，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失望哦，但是后来我一想，这医保小组进不进呢，又能怎么样？对呀，无非就是可以随意进出专家楼的。只是，如果是因为政审的问题，担心。政审？你的政审有什么问题？不是我，是爸爸。看协议，凶手身高不矮，得有1.75米。死者钱大勇尸体上的致命伤是由右上斜着刺下。另外，现场还找到另外一个协议，但只有一半。也就是说，当时屋里加上钱大勇，一共3个人。周围的邻居都询问过了吗？有没有看见张阿水？问过了，不能确认。房主询问过了没有？房主1年前就去重庆做工了，这1年期间房子一直是空着的，邻居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进去的人。这个小铜片的形状很奇怪，我在想啊，与案件之间有什么联系？这个我问过包包组长老赵了，他们用不到这东西。如果凶手是张阿水的话，他一个铁路调度员也用不着这东西吧？你们看，这2个铜片看起来相似，但其实薄厚不一，一定有专门的作用。我是担心，会不会与丢失的炸药有关？董明啊，你是学爆破的，说说你看法。一般来说，要增加破坏力的话，肯定用不到这东西。你要说跟炸药有什么关系，给我点时间，让我总结。啊，没事，那我们先走了啊。哎，葛主任，季专家，快下班了还这么忙啊？刚出诊回来。哦，季专家，白慧给您拿的药怎么样？管用吗？用了，挺管用的。哎呀，说起白慧啊，我真是挺替她可惜的。
这么好的一个同志，竟然因为他父亲档案的原因，没有办法进入专家医保小组。你说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是有人从中作梗啊？白大夫怎么了？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这件事情真的是挺打击人的，白慧得多伤心啊！好，我们还有事，我们先走了。再见啊，薛专家。好。爸，这事儿你别不上心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你经常一走就是几个月，你档案上康上那会儿的事儿都是一笔带过。还有就是，卢门马上就要解放了，那以前都好好的，就那个时候你腿上又挨了一枪，那你说这些事儿一旦被他们问起来，你怎么说呀？我能怎么说？齐丹阳，哎，你怎么样？胳膊有没有好点儿？你是不是要出场啊？没空啊？出什么场啊？那什么事儿啊？我问你，你知道白慧落选医保小组的事吗？什么？我听说白慧落选医保小组是因为你怀疑人家父亲档案有问题，有没有这回事啊？我不知道这事儿啊。红梅，你说实话，之前你在人家对人父亲问东问西的，这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啊？不是，那我跟人父亲问东问西，也不代表我就觉得白慧有问题啊。谁告诉你的？我听说的。如果这事儿是真的，那就是领导和组织的安排，那一定有他们的道理，知道吗？我当时就是跟着邓锡侯的22集团军出船去打鬼子。当年咱们船军那个炮枪啊，武器烂的真是没法再烂，只能跟小鬼子死磕了。你亲生父亲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牺牲的。我呢，当时在战地医院里，他侥幸活了下来。你父亲呢，委托我，让我一定把你找到，要替他把你带大成人。白护士没有进医保小组的事儿我知道，陆秘书特意拿着白明翰的资料来找过我，所以他的档案真有问题？也说不上有什么问题吧，就是写的比较含糊。陆秘书的意思是，专家们的事儿都非同一般，还是谨慎一点好。我觉得有道理，就把白慧拿掉。我看到这上面写着，这个白明翰在解放卢门的时候负过伤，还立了功。是，说是给解放军带路，在东山包围逃跑的小队国军时候中的枪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哦，没什么。李科长，这个资料放我这儿，我再看看。啊，好。后来的事儿你就知道了。腿上这枪伤吧，是国民党要撤退的时候，要拉着我去当随军医生。逃跑的时候，被他们打了一枪。我就是想啊，我家里还有你这么个宝贝女儿在等着我，我拼死也得回去。我要替你爸爸把你带大，把你培养成最好的女孩。唉，谁能想到，哼！可惜呀，爸爸没能力啊。谁说的？爸，在我心里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哎呀，你能这么说，我就很高兴了。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的，能活下来，这就不错。你说，小慧，就这些事儿，能都写到档案里去吗？
么了？风风火火的。你看这个，铜片被氧化了。对，我在想，这是不是也是个方向？要不要问问童斌？通知他们开会。是。你们看，这是一个铅管，中间这个黄铜就是咱们发现的这种黄铜片。黄铜呢，可以根据这个铅管的口径大小不一，放置在中间，做好密封之后，隔离成2个不同的舱室，两边分别填充3硝基酚与硫酸，然后两端做好封口。黄铜片可以被硫酸腐蚀，一旦被硫酸腐蚀击穿之后，3硝基酚与硫酸就会发生化学反应，向两端喷射出大概20公分左右的蓝色火焰，然后引爆雷管产生爆炸。一定要是这种铜片吗？这黄铜片吧，讲究还挺大的。黄铜呢称为铜锌合金，含锌量越高，越容易被硫酸腐蚀，与硫酸发生化学反应的剧烈程度也就越大。但是咱们发现的这种称之为阿尔法黄铜，因为它含锌量不足35%。5公斤炸药，门卫那关我都过不去，我怎么带进去啊？放心吧，庇护都安排好了。磐石行动，咱们得双保险，最好咱俩都能活着出来。要是任务失败了，咱俩就得为党国尽忠。从49年前服到现在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人物。哎，童斌，我还想问一下，就是他们怎么去计算这个定时的时间啊？关键就在这个小铜片了。咱们发现的这种0.8毫米的黄铜片，与70%的硫酸进行反应的话，腐蚀穿的时间差不多是20分钟。现在一个特务还要学习这些知识啊？是啊，能做出这么精密的炸弹，说明这特务一定是受过专业训练的。你们可千万别小看这个炸弹。2战的时候，施陶芬贝格在狼堡刺杀希特勒，用的就是这种炸弹。20分钟。还有1个小时，专家组就要到站了。你压力也别太大了，咱们都已经布控得这么周密了，这应该不会再出什么乱子了。我也是这么希望的，但是我们是外来的和尚，特务才是坐地虎，我就怕他们有什么后门。哎，我听说这仪器厂在解放前是国民党的一个兵工厂。兵工厂？对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白慧的父亲说的。这保不齐特务还真有后门。当年建造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一定有施工图纸。施工图纸？嗯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怎么在图书馆啊？打电话问过了，这解放前的部分档案就放图书馆了。看看。找到了，红梅。找到了。来，快，你看看。撕掉了一页。看，周俊，27号，不就是前天？马上会长。是。专家楼，少的这也是专家楼。是。郭明，有叫周俊的人吗？没有。专家到场后，先别安排宿舍，让他们去食堂休息。哦，是。丁坚、红梅，我们去专家楼，快！是。进专家。哎，陆秘书，专项组正在检查专枪楼，哎，你要不要回避一下？我？
我有什么可回避的？季专家，你也喜欢诗啊？你会英语？啊，是，大学时候学过。不过这英语拼写好像，有意为之。啊，故意这么写的？是啊，因为啊。不好意思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再去通知其他人。哎，好嘞，慢走啊，陆秘书。哎，过来给我看看。哎呀，快点吧，我没时间跟你这儿开玩笑。这里是专家楼的设计图纸，但是第一页被人撕掉了，你看。这以前还真是个兵工厂啊，还真让白大夫说着了。你快帮我看看，如果特务在专家楼下手的话，那么5公斤炸药，他们最有可能安放在哪里？缺的这一页是顶层的设计图吧？顶楼？顶楼的破坏性有多大？不应该是楼下吗？楚工您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张局长。楚工您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帮我再仔细看看，如果是这层的话，最有可能放在哪个位置？怎么样，红梅？队长，来，你们来看看这一页，这是专家楼的地下管道平面图。季专家，这张图看着也太复杂了吧？稍等。这样就能看懂了吧？着重看看那几根柱子，那是专家楼的承重点。这根柱子为什么不在管道里？这是桩基，在1楼的这个位置。不愧是季专家，丁姐，跟我下管道。是，走。你这不是能看懂吗？这不跟你学的吗？哎，你再帮我看看，哪还有没有问题？这块对。各位专家，你们辛苦了啊！先休息一下，一会儿我们就安排你们入住。哎，好嘞，谢谢谢谢厂长。好嘞。不是，哎，厂长，专家楼那边检查怎么样了？怎么还没结束呢？要我再去看看？快去看看。好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新发现？我按照图纸走了一遍，如果专家楼下面没有炸弹，实在想不到他们会放在哪里。礼堂，今晚誓师大会在礼堂。来，这是礼堂的图纸，再看一遍。看过了。再仔细看一遍。这里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通向礼堂？这就是一根热水管道，直径30公分，人进不去的。热水管道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这边连着锅炉房，的确没有问题。张老师说过，有的时候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。我的直觉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红梅同志，您断案靠直觉啊？直觉也是一种判断力。专家入住之前，必须得立刻找到。这能在哪儿，队长？怎么样？有发现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陈队长，啊，陆秘书，陆秘书，陈队长，怎么样了？专家组什么时候才能进入专家楼啊？他们已经在食堂等了半个小时了。专家楼安全，可以请专家入住了。太好了，那我现在去通知。楚叔叔。哎呦，哎呦喂，季大阳，
一块10年了，跟你爸年轻时候一样。楚叔叔，您也是，这么多年了，一点都没变，还是这么年轻。没变吗？革命人永远是年轻。专家楼图纸的事，发现太迟了，少了一眼，应该是敌人要转移我们的视线。还有2个小时，誓师大会就要召开了，专家楼和地下通道已经排查完毕了，要派专人守护。还有，通知各个厂区门口，非本厂人员一律不得入内。是。敌人的重点目标既然是首长和专家们，是否可以让他们先不要参加誓师大会呢？楚工是国内的顶级专家，是水滴工程的定心丸。这个大会是很重要的，北京来的首长和专家是必须要参加的。还有，爆破组那边有没有新的线索？钱大勇死后，我们的线索断了，不能排除钱大勇有同伙。今天晚上把爆破组的人集中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是。来，老范，招呼大家集合。好，集合了，集合了，集合。来，快点，快点。来，都站好了。来，立正。来，开始报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加上我17，应该有18人啊。看谁不在？组长，马三不在，不知道那小子跑哪去了。是，没看着马三。谁看见他去哪儿了？看不见。马三，看见了吗？马三，少了一个人，马三不在。队长，啊，队长，爆破组的马三不见了。马三，查一下，看他有没有进场记录。查过了，没有记录。这样，你跟红梅马上去他家进行搜捕。是。童斌，通知各个出入口，见到马三立刻采取强制措施。还有厂区的车间、办公楼、专家楼、工人宿舍，查，一定得找到马三。是。光明，礼堂这块一定得做到严防死守。是，跟我走。红梅，你过来。你看，这是汽车灯泡。汽车电瓶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次会议特别的重要，不能出任何纰漏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你俩去上面检查一下。好，好。你俩去后台检查一下。好。喂。你在干嘛呢？喇叭突然没声音了。喇叭不响，你拍话筒干嘛？赶紧排查。怎么了？坏了，音箱出问题了。什么？怎么样？音响纸盆全都碎了。奇怪，下午试音的时候还好好的，这会儿怎么全坏了？关键时刻出大事儿，有什么解决方案？这么大功率的喇叭，只能去视剧团借了。他们离咱们厂最近了。那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去借呀！真没想到，你居然真的报名参加了。你平时最怕出风头了，怎么突然想通了？因为我认识了个好榜样。这就对了嘛，
自信的白慧最美了。你看人家都听不下去了。哎，你说我就不会唱歌，我要是会唱歌的话，那我是不是也能给专家表演节目呀？那我们俩一起唱。那不行，我丢人。其实我也挺紧张的，你看那么多专家，还有国外回来的，万一搞砸了怎么办呀？哎，没事儿，你就好好演就行。到时候啊，给那些医保小组的人好好看看，加油，加油！干什么呢？同志，我来送音箱设备，你们厂礼堂催着要呢。下车接受检查。哎。感受，无论去哪，结伴出发，执着以沉默表达。